常常听人讲欠才有底，而且这欠物件就唔通乱弹，乱弹就是粪扫啊，回收就变做是资源。今麦还阁人透过修复来改复原。来看这高雄市的环保局成立这16年的木工厂，嘉宾将拼掉的家具，还有这脚踏车翻新过了后呢，佮再引进着新的工艺技术，或者的家具会当有新的生命，继续互民众使用。行吗？这除锈完喷漆上去就算新的了。对一堆零件内底找到适合的椅垫啊，老经验的师傅甲废弃的脚踏车对车台到挡皮啊，拢总翻新过。因为工课真无简单，一工简单会当翻新2台尔。整理过的脚踏车价少加新车的1/3。无斟酌啊看，佮看袂出伊自本是中国的。这款再生脚踏车，简单是今年就卖超过100台。总甲伊等于甲当做是歹铁啊处理，后盖无彩。所以环保局才有这个想法，讲是毋是这个脚踏车咱甲回收转来，甲伊做一个简单的修复。你可以把它做成简单化了，可是它就失去它的美感，这就是它原本的那古早味的那种样子。除了脚踏车，伫咧环保局木工厂上介多样式各种的家具，废弃的檜木器菜图，门着歹骨啊地去，技工收集废弃的檜木器擦条，准备要甲菜图恢复到自本的模样。技工讲，家具要翻新，其实无恶做，有一寡形体比较较旧的，因会用镭射雕刻，互家具看起来较无共款。伊的形体甲伊的设计，拢会较甲即马现代家具有一点啊距离啊。阮会尽量修复，互伊甲即马的家具会较接近。高雄市环保局统计，左营甲主管2座家具再生木工厂，一年会当翻新上1000件的家具甲脚踏车，收入140万。目前每个月会定期开放旧家具再利用，嘛互因有新生命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